吸食毒品。適當地使用藥物可以發揮其應有的功效，但是濫用藥物可能導致染上吸毒的惡習，並會帶來嚴重的後果。常被吸食的毒品有麻醉劑、興奮劑、咳藥水等。青少年吸毒的原因主要是受到朋友影響，或為了解悶和出於好奇。吸毒的影響。吸毒會令人上癮，產生依賴，損害身體，嚴重的甚至會導致死亡。吸毒不單是個人問題，還會引致家庭和社會問題。吸毒者一旦上癮，可能會設法獲取毒品而觸犯法紀。禁毒與戒毒。政府為了打擊毒品問題，設立相關的部門專責禁毒和緝毒。政府與各個志願機構也在教育和宣傳上不遺餘力，讓人們認識吸毒的禍害，並為吸毒者提供戒毒治療、復康和輔導服務，幫助他們戒除惡習，重投社會。向毒品說不。我們要了解吸毒的禍害，堅決拒絕吸毒，以積極和正面的態度面對人生。此外，我們要遠離損友，遇到困難時向家人、師長或社工傾訴，並尋求幫助，這樣便不會誤入歧途。